是咱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节到13节，以及《加拉太书》第2章20节，甲第3章26节到30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节，五旬节日期已经到，因拢聚集伫一所在，忽然对天有声。亲像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坐规间的厝，就伫分开的枝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枝，晓伫因逐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喙讲别样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想示因讲的。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下各国来的，住伫耶路撒冷。这个声一个起，众人聚集，纷纷乱乱，因为逐人听见伊照伊家己的土腔来讲，就拢戆影。奇怪讲，你看，这会得讲的，减无一概是加利利人吗？怎样咱听因讲，照咱逐人出世的土腔啊？咱遮的帕提亚人、米泰人、伊兰人，甲踮伫美索不达米、犹太、甲加佩多加、本都、甲亚细亚、布鲁加、甲庞菲利亚、埃及。近湾古里内的努比亚，遐个地方的人，以及对罗马来的出国人，有的是犹太人，有的是入犹太教的人，吉利底人、阿拉伯人，拢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大事，就拢戆影、张图、三角讲。这什么意思？也有别人取笑因讲，因是啉新酒在醉。过来看加拉太书第2章20节，我捌甲基督同顶12个，我犹骨的我，毋是犹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。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，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，伊捌听我，替我献家己。第3章26节，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，拢做上帝的囝，因为恁既若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，是捌称基督。无有犹太，也是希利尼；奴仆也是自由的，十甫人、妇人的分别。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，恁若属基督，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应允来做后嗣。上帝话读到这，下面季福山牧师要甲咱正道，今仔日的牧师要甲咱正道的题目是请无奉献，那应天实服侍。请无奉献，应天实服侍。咱将时间交予季牧师。来瑞兄弟平安，真欢喜，搁倒转来甲咱三甲做伙敬拜。特别今仔日圣歌队吟一首咱大家拢真熟的歌，我的心俄罗上帝。其中有一句话拍动我的心，就是讲天顶地下合做一家安尼嘿，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水安尼嘿。咱毋知捌体会到特别，咱无办法通唱歌来俄罗上帝的时阵，咱也会当用咱的心来俄罗上帝安尼嘿。伫今仔日经文伫遐教示咱讲，当圣神临到伫因中间的时阵。因才开始因的生命的开始。咱会当看见，当耶稣受定的时阵，所有学生拢走了，敢若剩一寡姊妹，
一寡福音人，总是当圣神降临伫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因那个活一个无相像的人。伫过去因惊吓，门关起来，唔敢见人，唔敢去接触人，总是当圣神伫因的心上的时阵，咱看见迄种诶大诶转变。咱会当看见，当圣神伫因的心上的时阵，才会温度回流。因唔拿回流，因勇敢，伫逐个所在，甚至伫家家，伫受审判的时阵，因成做上帝的见证人。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叫做普利力，伊讲什么是信仰？信仰就是咱最基要、最终极的关怀。什么是伫咱的生命内底上重要的一项事？迄就是咱所讲的信仰。拄则我有讲起到，当你无气力，甚至拢袂振动的时阵，你的心也会当敬拜上帝、阿罗上帝。咱看倒手边即个姊妹，即个姊妹是阮香农教会的姊妹。2年前，伊对荷兰倒转来的时阵，迄阵也是 COVID-19 拄啊结束，伊染着病毒。结果，伊的神经袂当传达，伊敢若剩2粒目睭会当黏者安尼，因为骹手、喙拢袂当指挥，伊的神经无办法，所以伊就伫病床去甲看的时阵，伊原来是师大音乐家，足够唱歌，足够弹琴，总是即个时阵拢袂振动，敢若当通过伊的心。伊的灵甲上帝伫遐来对话，伫遐半年久，伊敢若剩2粒目睭会黏安尼。去甲看的时阵，你的目屎就自然就会流落来安尼。因为一个遮够唱歌的人，结果伊足爱唱歌，伊嘛足够弹琴，总是袂振动。敢若伊的心会当阿罗上帝。所以，阮的教会就开始为着伊祈祷，甚至为着伊禁食祈祷。第1年的时阵，伊渐渐伊的镜头会振动；到第2年的时阵，伊的手会当举起；到第3年的时阵，伊骹会当行。伫顶礼拜，伊伫阮的教会伫遐弹管风琴。甲阮三甲做伙阿罗上帝，伊是第4代的基督徒，总是毋捌拄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阿罗上帝。今日咱的诗班甲咱讲，用咱的心，当咱用咱的心阿罗上帝时，你会发现天地合做啥？合做一家。你看草的时，草甲你做伙学乐；你看树的时，树啊甲你做伙学乐。你看见一只狗伫你的面头前，伊嘛甲你做伙学乐。当你用你的心灵来学乐上帝的时阵，会影响者的你四周围的环境安尼。正手边，这是一个真出名的牧师 ，I.M. 行动教会的牧师。伫几礼拜前，甲伊做伙的时阵，伊讲起伊的见证。伊19岁受洗咧，准备要做牧师，到24岁的时阵，已经要开始做牧师。总是这个时阵，伊拄到挑战。伊上好的一个朋友，甲伊做伙耍乐器乐团的团长。伊看见一个囡仔对河伫遐咧错流危险的时阵，伊这个团长就跳落去。结果囡仔救起，伊家己丧失伊的生命，伊的心非常的艰苦。搁一项，互伊搁较艰苦的就是伊的老母甲伊的老爸伫泰北。咱知影泰北有足侪遮的毒品伫遐咧流通的所在。伊甲伊的老爸伫遐做工，总是无拍算。迄年做一个宣教师的老母。甲最近同款，足侪人脑溢血，就离开世间。伊怨叹上帝，上帝难道你是
真的嘛？我要哪继续做一个传道来讲，你是一个听的上帝安尼，总是上帝有原怜悯你，后伊就开始伫夜店，咱知影真趣味。伊伫夜店，礼拜五伫遐开始做工，坐坐遮的心灵创伤甲伊同款的人，渐渐倒转来伫上帝的怀抱的时阵，伊家己的信仰得到转变。伊反正遮个人倒转来的时阵，伊的心得到安慰，得到上帝，特别是圣神新的启示。像这学生同款，当因行行倒走，拄到人生因所愿望的已经绝望。阮所跟第3年的比赛啊，原来是一个输啦，人较尾人较顶，伊同款死伫12架顶安尼。所以这学生非常的失望。难道我跟第上帝是真的吗？咱会当看见这学生。因就渐渐回流，当因回流的时阵，因发现因的生命做一个足大的转变。因伫遐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伫这个时阵嘛？”总是耶稣敢回答：“无人知，无人知，敢若爸知。总是有一项事，我要甲恁确定。”就是你要受圣神的水，圣神要降临伫你的身上，你要得到快乐。伫逐个所在，对耶路撒冷、犹太，到伫地极，创啥？做我的见证。什么是见证？见证这句话原来的名叫做 martyrs， 就是顺道的意思。什么叫做顺道？就是看你家己无。敢若看到上帝，当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阵，有这足侪冲突的时阵，你所选择的，不是你的利益，不是你的性命，不是你所爱，你选择的是上帝所爱。一个最见证的人，伊有快乐去传达主所关心的，不是我所爱。主所关心的是啥？就是无一个人。无过做人的路在，咱拄则所读的圣经，伫遐记载讲，当伫五旬节的时阵，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，亲像火炬落伫因的身上。大人创啥？拄则咱的师父甲咱读，因创啥？讲出因以前毋捌讲的话语。伫遐记载讲，圣神充满。圣神充满，毋是讲迄种滴滴答答、哩哩啦啦迄种543的话。圣神充满就是因讲起为着要做见证，因以前袂晓讲英语，即摆英语啥溜溜叫。因以前袂晓讲亚洲人的话，开始会当讲亚洲人的话。伫遐讲起到上帝伟大的作为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无过是犹太人，是上帝的选民。每一个人拢要成做上帝所听的。人甲人中间是自由平等，一个人无过是什么人，也是什么政权的奴隶安尼。咱会当看见这种的耻辱，就是咱所捌的宋尚节博士伊所领受的。宋尚节博士伊原来成绩真好，到伫 OIO， 伫遐得到化学的博士。总是当伊1927年1月7日的时阵，伊讲伊得到圣神的警醒，伊对伫美国要转来到伫东方的时阵，伊将伊的博士学位伫坐船的时阵，甲弹落去大海，迄毋是我所追求的。我的生命已经转变，迄毋是我最终极的关怀，迄毋是我上爱。所以转来到伫福建的时阵，将伊的博士真正的文凭交予伊妈妈，
讲妈妈，这是你所爱。我以前叫做宋尚节，是你的囝，对打开始，我的名叫做荣颂。我是上帝的囝，我不过我唔是干那你的囝了呢，我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后来伊性命转变，伫1936年的时阵，伊来到伫台湾，受台湾总会邀请，伫新南伊，伫大洲顶，伫艋舺，伫遐讲起到伊性命的转变，伊伫遐互侪人改变因的性命。阮教会有一个长老，游五经公司。伊过去家己掠做非常非常好，总是一个毛病。亲像保罗讲一支刺猪的心脏，伊有痔疮足严重，所以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阵，伊发现伊的身躯去互颠颠的一尊烧，后来迄个痔疮全无去。了后伊创啥？伊开始伫城中区，伫遐建立现在的城中教会。咱赶紧正手平这，咱拢捌，就是陈连德牧师。陈连德牧师伫19岁时阵，伊受征调，创啥？做神风特工队，就是开飞轮机要去炸美国的舰舰。伫遐受训练已经绑好势，明仔就要去牺牲伊的性命，驶飞轮机去弄舰舰，总是日本宣布投降，伊捡着伊的命，伊转来到伫台湾，伊讲过去20年，我一条命是捡着的，我毋望我来当阁活20年，来奉献予上帝，所以就到伫新南伊伫遐做牧师。伊本来敢若毋望会当有20年捡转来，总是无拍算。伊变做捡40年，捡60年，最后伊捡偌济？捡80年安尼。伫旧年的3月初9，就是咱北部教会释教的纪念日，也是马街踏伫即块土地的日子。伊伫遐受征调，转去上帝啊！我还记得迄个时阵，伫咱的教会有足侪长辈，伫迄个时阵，伫今年伫遐来转去上帝遐。当伊开始生命转变的时阵，伊成做阮城中教会第一任的牧师。迄间教会是伫菜市仔内底，菜市仔内底。所以当伊咧讲道的时，咧祈祷的时，外口咧话讲一几箍啦，即个总是建立迄间教会伫菜市仔内底5年久。后来伊创啥？伊开始去关心咱的社会。关心要自杀的人，伊互人称作是啥？台湾生命线之父。伊去关心遐个弱势，成立良人会。伊去关心遐个心理艰苦的人，伊去开始咱台湾的第一个生命学坛中心安尼。本来想讲20年就已经过去啊，总是无拍算伊加80年，伊称呼家己叫做啥？最后的雄鹰啊呢，最后的雄鹰，亲像咱今仔所读的以赛亚书讲，当以赛亚生命转变，伫圣殿看见上帝的荣光，伊讲切见我，伊听到上帝的话，听候耶和华要定心，得到开力，亲像鹰鸟飞冠。伫旧年。我甲我的牧师娘有去到伫荷兰去看即个曼谷，伫曼谷的博物馆的时阵，我才发现咱所捌的梵谷，因阿祖做牧师，因阿公做牧师，因老爸做牧师，伊家己嘛是牧师。我想咱可能侪人毋知影，伫遐未去画图进前，伊是牧师，伊牧师创啥？伊是一个真特别的牧师。伊的教区是炭坑，是炭工聚会的所在。伊甲遮个炭工生活斗阵，
穿非常垃圾的衫，食非常歹食的饭，甲因烂做伙生活斗阵。教会当局讲你做牧师安尼，敢有体统安尼？你应该表示牧师的权益，牧师就是伫讲台顶伫讲道教训人的。啊，你来甲因生活斗阵，甲因食共款，规身躯乌麻麻，结果安怎？结果安怎互咱了？安怎？甲 fire，you are fire。古不离中，伊就倒转去到伊过去捌画的图，开始画图画7年，就诚做咱今仔日所明白的梵句勉cap。又讲一句话，伫遮伊安尼讲，伊讲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常常袂记得一项，上帝爱咱去找找伫咱的生命良善的部分。上帝互每一个人拢有无相像的恩赐，你会当将这种良善上帝爱你做的恩赐，去甲发挥出来，去甲找出来，然后甲伊挖出来，迄就是生命的价值。咱知影梵句，才活36岁那点，总是老赖的道，到伫今仔日台湾人伫最近又愿去欣赏的道，总是毋捌真正明白这个梵句。梵句伊画图就是真实，你要画出你生命的真实。上帝伫咱每一人的心上，拢有上水的所在。今仔经文伫遐甲咱讲，伫五旬节的时阵，圣神降临。为什么圣神降临伫五旬节的时阵？五旬节就是以色列百姓，上帝互因颁布律法的时间。叫做五旬节，摩西到伫西奈山领受这个10条诫的改变，迄就是五旬节。伫过去以色列百姓，因所遵守的是啥？写伫石板顶这个律法，总是到伫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圣神无过，亲像保罗讲的是死会食的。话语，圣神伫因的中间，伫因的内底。圣神伫原文的意思叫做帕拉克雷多斯，帕拉就是徛伫你边啊，克雷多斯就是细声甲你讲话安尼。伫过去，你遵守这的律法，总是人足巧的喏，说闪律法旁，人上帝讲这桩袂个食，总是人讲诶，食看卖啊。总是当圣神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伊逐个时刻坐伫你边啊，伫你的心内，甲你讲感叹，叫做帕拉克雷多斯。所以10条诫，咱知10条诫意思，头前之4个诫是咧讲起到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你着啥？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毋通条件五常南山称呼主的名，着守安息日做圣。是甲上帝的关系伫前4条诫，后壁的6条诫，你讲起到你甲人的关系，你爱创啥？你爱尊重每一个人，毋通偷摕伊的物件，毋通贪伊某，然后敬老母，毋通杀害伊的性命，毋通做假干净，毋通贪心伊所有的。你爱去尊重人甲人中间，爱互相尊重。咱看见伫咱今仔咱的教会，伫咱的社会上大的困扰是啥？电话接起来，你会想这下知是毋是诈骗集团无？你会甲我共款袂？会。咱住伫一个无信任的社会，人甲人中间无应该有的尊重。我做遮的家教团队，有时去看遮的囡仔时阵，做厕所。向掠伫看守所，我问讲，恁共诈骗偌济？600万啊定，600万啊定呢？吼，一个12岁教死囡仔去共诈骗600万那定，伊袂感觉我讲，啊，你会感觉艰苦袂？伊讲袂啊，我无看到安尼。
讲这600万检查是一个乌巴桑，伊摕这600万要去救因囝，去互车弄着，啊！你甲600万甲摕去，因囝就爱死伫啊！伊讲我也无看到，甲问讲你敢有后悔你所做？有啊！我若知影讲我安尼做互掠来关吼，我就袂做安尼。我问讲啊，你做啊，若无互掠来关，你有后悔无？有讲袂。咱会当看见这是失去人对人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安尼。啊，我想咱一人捌顶管这个查某囡仔 Jane 吼 Mary 伫遮呢。伫今年转来到伫台湾的时阵，伫国家音乐厅，我去参加，啊，拄因阿嬷嘛去参加呢。因妈就头前即个，伊讲伊102岁，住伫汐止，啊，因兜住伫4楼，伊逐工毋免举拐啊，安尼用爬4楼起落落安尼，102岁安尼。因查某囝讲，牧师安尼无稀罕啦。伊个哪爬楼梯啊，哪任性死安尼哦？伊讲这才较稀罕安尼。当一个人有圣神伫伊的生命，伊的生命最大的转变，100岁、200岁，永远会当吟诗落上帝。咱今仔日以赛安尼讲，少年人检查的线会跋倒，总是听候以后花得到定心快乐的人。伊要亲像鹰鸟，安怎？走啥？走袂顺，行啥？行袂赢呢？你逐日，你来到礼拜堂，你行咱教会即个感啊，你会当哪爬啥？哪吟诗安尼？咱会当看见，这就是当一个人互圣神精神伊的快乐的时阵，伊要感觉甲以前无相像。一个人的生命的生活，就是伊要真正甲主伫遐来相拄，伫英语叫做 Epiphany， 是中文甲翻做顿悟。以赛亚伫圣殿，伊看见啥？看见上帝的荣光，伊看见家己的拉萨。伊讲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上帝甲讲啥？足多马地。小等的安尼，小等的。你咧受测验去做上帝讲的时阵，你爱大声啥？大声受洁净。上艰苦的洁净，用火炭甲你刻在你的指头。哇，安尼啊话，火炭刻在你的指头，清起你所要讲的话。那安尼，你才会当讲出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伫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因接受上大的考验。伫遐讲圣神亲像啥？亲像花籽，花籽落到伫因的身上，检查是足大的挣扎伫你的生命内底，拄到足大的挣扎的时阵，然后你感受到圣神真正甲你三甲做伙。当一人对牛主的时阵，常常有遮的济的困扰，洗礼了后，什么试探马上来安尼。咱看见耶稣受洗的时阵，安怎？伫马拉福音书第3章，当伊受洗的时候，伊听见一个声音讲：“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喜意你。”刷落去迄句话是啥？圣神带伊到伫旷野受试探，无等到明仔载，等到后日是马上。圣经特别用这句话叫做“马上”。当伊听见讲你是上帝所听的囝的时，马上必须受啥？受试探。这句试探，这句话，中文的翻译应该翻译叫做验证安尼。你是上帝囝，你敢真正是上帝囝？所以咱看见，当伊受试探的时阵，40天无食。无啉，第一个试探是啥？互你一堆的选择，是毋是？毋是，
40天无食，你上爱是啥？一杯水，亲像迄个妇人伫阴间共款，一滴水就好，亲像一粒面包。撒旦讲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将石头变做啥？变做饼。当你巴肚足枵的时，这是叫做上大的试探啊呢。总是耶稣那回答：人活的不是吃米，是啥？是上帝的话。你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对圣殿跳落去，你唔惊哪？唔惊着达。上帝差伊的使者伫遐，甲你扶你的脚。耶稣那回答：唔通试探你的上帝。第三项更较大，你来敢是要做弥赛亚，要管辖所有的全世界万王的王，当你来给我跪拜，你免上十字架，你马上你就会得你所爱。总是耶稣安那讲，人敢若会当跪拜上帝，诚做上帝囝是一种大的试探，大的验证。你敢做会到？你敢做会到？咱会当看见今仔日教会，咱常常在想，咱拢是上帝囝，总是有时会感觉讲，咱的教会遐尼无开，咱特别伫远方的所在安尼嘿。教会是啥？耶稣等于得着圣神，伊伫伊的教会显开。以赛亚61章的第1节的时阵，伊讲主的灵伫我的身上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拢一幕散车人，查见我报告受掠的得到头放，车迷得到看见，受压制要得到自由。伊讲今仔日毋是明仔载，今仔日就是啥？就是许年为今仔日开始，你有这种的开力去做其他的代志安尼。这是耶稣，伊感觉这是教会。以色列百姓当圣神还未临到伫因的身上的时阵，因拢聚集伫啥？伫圣殿。因所重视的是啥？是礼拜的礼仪。因所重视的是啥？足水的诗歌。因所重视的是啥？足好的布置。总是当圣神伫因的身上的时阵，教会存在的目的，毋是为着礼拜，是为着啥？为着出去宣道，去宣圣神甲因做伙的目的，要创啥？新的世代开始，恁要宣道啥？宣道基督的福音。这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教会存在毋是为着礼拜，教堂存在的目的是为着礼拜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？为着宣道基督的福音。像耶稣伫遮讲的，去报告耶稣上帝原理、头放人、拯救人的信息安尼。有一个真出名的英国的大主教威廉天普，伊讲敬拜真正意义是啥？敬拜真正意义就是用上帝的圣洁来拍醒咱的良心，用上帝的真理来养持咱的良知，用上帝的美善来洗清去咱内底的想法。当咱有这的时阵，咱要看见上帝，咱要羡慕上帝。咱免望讲，我望逐日甲你做伙，做你称作上帝的囝的基督徒安尼。咱会当看见，我所带我转变的这位牧师，就是小伟牧师。小伟牧师10岁时阵，伊爱做小灰人，伊伫伊的国小看见这个感嘛，差不多亲像咱同款。做小灰人就是干啊，甲跳落去，结果跳一个呢，内底拢嘴炎炎安尼。伊老爸是医生，找所有大中市的医生来甲看，无效。伊的牧师吴天师牧师
伊讲地面上的无一个人来救你，敢若天顶迄位，咱跪落去，甲伊恳求，跪落去，甲伊祈祷。小玉牧师讲：上帝啊，你来拯救我，我要一世人互你用。后来伊就去读高中，得到医治了后，去读高中去西南医，后来到日本去学习医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伊美空袭，迄个美有所砸落去的迄种光，互伊看见家己听到一个声音讲：小伟，你会记得你10岁甲我讲的话，你敢会记？伊讲你可能袂记啊，我会记安尼。你讲你要将性命互我，伊拄好结婚，伊的夫人人娶咧，就倒转来到伫台湾创啥？到伫乌卡边的所在，到伫海溪较区玻璃的所在，到伫山顶遐人无愿意去的所在，到伫阮教会中华理林基督教会以前是一个沿海的病院。每一届拜二拢会去玩遐，我迄阵是一个高中生。伊教育的时阵，伊会看病人，啊，阮遮小萝卜就带一寡单单，缀伫个骹只后，伫遐来分单单互遮的病人。总是伫1970年大概17，阮咧天后的时阵，伊无出现，因迄个到1:55。伊塞车要来到伫阮教会时阵，伊去弄死啊呢。所以当伊告别式的时阵，阮来教会20位的青年讲，阮要滚地你的脚步。伊敢若留2句话，真做阮滚地的脚步。伊讲为着主，你是毋是愿意做工人？上帝是毋是你生命快乐的来源？这2句话伫今仔日玻璃青年的内底，像耶稣最后甲学生交代，伊无讲恁将来要安怎，伊敢若讲圣心要伫恁的身上，恁要为有快乐来做啥？做我的见证，毋是去传别项，做我的见证，见证叫 Martyrs，你愿意为着我来宣导，看无家己放下你的性命，来活出基督的款式，叫做 Martyrs。所以一个起我的奉献，毋是一个无过，是我最忠心的我。亲像鹰照飞悬，亲像圣神，亲像钱啊，伫伊的身上。伊要见证上帝的生命，亲像五旬节同款，圣神临到的时阵，伊无搁重视这圣殿的礼仪，伊重视啥？信仰的宣导。伊无搁重视迄个写伫石盘顶的10条诫律法，伊重视啥？圣神的同在，甲你讲，这通，这唔通，去包死的。总是你嘛着啥？你嘛着去。咱会当看见，选民无敢若限制伫犹太人，选民无限制伫教会内底的人，选民是啥？是普世，每一个人你所帮着迄个太高破相的，嘛是上帝所要拯救做伊的囝儿的对象。所以咱看见教会。毋是一个真微细一个团体，叫做 solidarity。solidarity 就是你关心的一个对象，叫做 solidarity。这个生命的共同体不断的扩大，彼此叫做啥？叫做集体，叫做兄弟。亲像一个囡仔，伊足爱去教会安尼嘿。甲问讲你安怎足爱去教会？伊讲我伫阮兜吼。互人管东管西安尼，总是我若去教会，会用叫阮阿公叫做某某弟兄安尼。这叫做共同体，伫教会内底无大小，每一个人称呼上帝无过上帝阿公也无，上帝啥？
我的天父安尼。所以叫做 company。company 这句话 come 就是做伙意思 ，pan P-A-N， 伫原文就是胖的意思。咱今仔日食的胖就是面包。咱做伙食一块面包，像咱咧守圣餐的时阵，这是基督的身躯。咱伫基督的内底做伙食一块面包，咱食做一个肢体，你会听，就是我会听，你的荣耀，就是我的荣耀。教会不断地扩大，对12个，对200个，对4000个，到伫今仔日全世界1/4的人，拢诚做是所讲的基督徒。咱知影，咱拢唱过一首诗歌，叫做《Amazing Grace》，对无？奇恩典，奇恩典，什么人写的知无 ？John Newton， 英国的一个牧师，伊活到83岁，种伫伊的backyard。伊原来是一个啥贩卖黑奴的人。伫伊家己的回忆录，伊讲差不多贩卖过3万的黑奴。黑奴将为非洲甲伊运到英国，本来差不多是600个，运到英国剩偌济200个，其他的400个创啥？填海。你艰苦哦，你破病哦，然后出来就甲你填落去海，死命毋是死命。所以当伊后来死命数了后，伊原来对一个贩卖黑奴的人，伊开始以一个基要的关怀，就是去解放这的黑奴。伊甲伊的朋友 Wilberforce 一个议员，一世人就是成做上帝予伊的目标。过去贩卖黑奴通过伊的手，毋是干那伊对上帝得到拯救，伊原来要沉海的时阵，伊举手，上帝啊救我！伊得到拯救，总是你信主了，毋是干你得到拯救。你爱想起到过去，你的四周围，伊所卖的婀娜，所以家己 Weber 就开始去望会当偷绑架的黑奴安尼。伊写这首的诗歌叫《Amazing Grace》，Amazing Grace。咱知影，前我车眉，但我啥眼睛看见，总是伊的曲调是啥，叫做 Minor Pentatonic。咱知影，迄就是森林的声音。伊听见这婀娜咧森林的心，迄就是真正 Amazing Grace 的唱法安尼。听见乌罗伫迄个笼仔内底咧发艰苦迄种的声音。伫1788年，John Newton 写一本册叫做《非洲奴隶的贸易思考》。伊讲今仔日，我若无听见这乌罗的声音，无看见伊的艰苦，我就是犯罪的共犯安尼。伫当时的英国，男士遮的乌色的奴隶，因的经济会放落去，因拢靠遮的奴隶咧做粗工，咧生产。要将遮的偷放，安尼英国经济是没有放落去。总是圣经甲咱教示讲，人甲人中间爱啥？互相尊重。你的性命嘛是性命。咱所讲的，今仔伫美国上讲，黑人的命嘛是啥？嘛是命。所以伫当时一个真出名的图就是这个，伊讲 Am I a man and brother？ 我敢是甲你同款是一个人，我敢是伫圣殿甲你做伙咧敬拜，咱彼此称作啥？称作兄弟。总是我却是做你的奴隶。伫雅各书第4章的第17节，讲人若知影好，无去行，迄就是伊的罪。圣神，咱今仔所读的圣经，圣神降临节，圣神伫咱的心上要甲咱启示啥？律法无够有，
总是人生要安怎得到头棒。伫过去，罗马帝国1/10的人是做奴才，总是伫基督的内底，你无过是奴才，所以所有这的奴才就进入伫教会，知影教会咧讲一个信息：人甲人是啥平等，人甲人拢是上帝的囝。我毋是你的奴才，我是上帝的囝呢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第8章14节，伊安尼讲：伫圣神的内底，人拢要称呼上帝叫做啥？阿爸爸。既然你甲我拢是称呼伊做阿爸爸，咱就是啥？咱就是兄弟。我毋是你的奴才，我嘛毋是政权的奴才。所以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加拉太书，保罗先生安尼讲，伊讲圣神伫咱的内底当证，咱是上帝的儿女。不论你是做奴才、做主人，不管你是老的、少年的，你是查甫、查某，拢同款，咱拢是上帝的囝。你会当伫你的教会叫你的阿公叫做啥？某某弟兄。吼，咱会当看见。马街伫191年的3月初9，伊踏入到伫淡水一块所在，伊伫遐做一个祈祷。伊讲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放下我家己的想法，我要按照上帝甲我指示迄种的感觉，留伫即个所在。当你又出来到伫淡水的时阵，伊做即个祈祷跪伫遐，伊讲我来到伫即个圆教黑暗的都市，听到即句话有时咱会无欢喜安尼，吼，无毋对，因为咱迄个时阵，咱的社会毋捌上帝，咱的北部的人，伊讲我愿意为着你来活，我甚至若是需要，我愿意为着啥？为着你来死安尼，为着你来死。伊是一个27岁的囡仔，来到伫一个话语未通的所在，无半个生分啦，无半个熟悉的人，总是竟然伊讲一句话：我愿意为着你来死安尼。咱知影即个人 Nick， 伊出世的时阵，伊是澳洲教会牧师的囡仔，生出来时阵无骹无手，干那有骹亲像啥？亲像阿母的腿安尼，阿母的地安尼。生出来也毋捌代志的时，无感觉。到伊10岁的时阵，伫伊咧报道的时阵，伊讲到伊10岁的时阵，伊想要死安尼。即种的性命要安怎活落去？无手无脚，想讲将来我若结婚的时阵，我的手指要挂大刀。将来我若生囝的时阵，我敢会当摸我的囝？伊感觉伊的性命无价值，活袂落。总是后来，伊转变伊的想法，伊开始互上帝用。无脚无手的人，已经在世界毋知生几年，伊用死一个人来讲出伊的见证安尼。这个生命，伊上爱讲 Who am I？ 我这个生命，上帝为什么甲我生做这种的生命？我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啊呢？总是伊用死一个人来见证伊的生命是上帝宝贵的生命。亲像耶稣听见的声音讲：“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喜你。”请你甲拍开来，咱来听这首的诗歌。Next。
这首歌叫做《Who Am I》，我到底我的生命是什么款的生命？Who am I that the Lord of all the earth would care to know my name, would care to feel my hurt? Who am I that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would choose to light the way for my ever-wandering heart? Not because of who I am, but because of what you've done. Not because of what I've done, but because of who you are. I am a flower quickly fading,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. A wave tossed in the ocean, a vapor in the wind. Still you hear me when I'm calling. Lord, you catch me when I'm falling, and you told me who I am. I am yours. I am yours. Who am I that the eyes that see my sin would look on me with love and watch me rise again? Who am I that the voice that calmed the sea would call out through the rain and calm the storm in me? Not because of who I am, but because of what you've done. Not because of what I've done, but because of who you are. I am a flower quickly fading,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. A wave tossed in the ocean, a vapor in the wind. Still you hear me when I'm calling. Lord, you catch me when I'm falling. You told me who I am. I am yours. Not because of who I am, but because of what you've done. Not because of what I've done, but because of who you are. I am a flower quickly fading,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. A wave tossed in the ocean, a vapor in the wind. Still you hear me when I'm calling. Lord, you catch me when I'm falling. You told me who I am. I am yours. I am yours. I am yours. Whom shall I fear? Whom shall I fear? 'Cause I am yours. I am yours.这首的诗歌，咱常常听见一句话叫做 "I am yours"。伫今仔日，吉牧师讲足侪话，这话拢无重要，一句话上重要，你一定爱记得 "I am yours"。上帝啊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
我是归属伫你的，我无过怨叹。你既然将这个生命予我，你知影要安怎用？请三甲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今仔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来听见你的声音。原来我伫你的面前是这么宝贝，你用我的生命，诚做别人的祝福。你用我的教会，诚做你宣道的出口。你用我每一个奉事你的人，你讲我伫什么所在奉事，奉事我的人嘛要伫遐。你讲奉事我的人，我要敬重因的生命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诚做你的囝儿。亲像你伫受洗的时阵，你听见的声音讲，你是我所听的囝，我喜意你。我来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